后来过来要甲咱的乡亲讲，即摆有真侪广告，拢伤过碰风无实在咯，咱家己都要有准则。新北市卫生局调查发现，像这个产品就来宣传讲，安尼食咧会当互青霉、中健公明，也阁有讲安尼食咧会当来清血、止老，阁来抗癌，甚至阁讲用咧，这个头毛量会增加3倍以上。 这毋若拢讲着疗效咯，而且拢讲过甲伤过喊过啊！新北市卫生局去年就开出着945张的罚单，这个罚金是超过4000万。还有拿到一张最厉害的世界级的专利，哇！它可以改善视力模糊240%。电视专家全部拢讲甲若真的共款，毋但有详细介绍，阁有真侪礼物，广告的口号，互人听到就真想要买。 不过，这侵含的食品效果引起主管机关的注意。它既然不是医药品，也不是保健食品，就是一般的食品，它不会有短期这么好的功效。那当然，这些事业主啊，广告做出来这些产品呢，啊，他用夸大这个宣传的方式去招来我们消费者啊，花大笔钱去买这些产品。我想这个都已经涉犯相关的这个违规广告的规定。讲只要食这就会使恢复视力。 食品业者甲效果放大，违规毋若1摆，罚款204万。另外有化妆品的业者，讲因卖的产品会使增加头毛的量350%，同款罚款18万。电视的这个违规广告的比例已经超过网络了。 已经超过网络了，尤其是这个电视广告部分，像前3名，东森、Momo、Viva。新北卫生局109年针对食品、化妆品和药仔广告的违规，就已经罚945件。敢若是食品广告的部分，就有670件，其中电视广告共有医疗效果的，占总罚款要4成。新北卫生局提醒，食品、化妆品袂使讲有医疗的效果。 嘛好，民众买进前要认定卫生局发标章，才袂开着冤枉钱。